就来看美国解封了后，有真侪地区这个疫情搁量悬。美国目前已经有超过11万人死亡，超过200万人确诊。上大省来启动经济活动的南部甲西部，确诊的人数冲悬。美国疾病管制中心的预估，到7月初4，美国国庆日进前，死亡的人数恐惊会逼近到14万人，甚至到10月，死亡的人数会达到20万人。看过美国各地海沙部、酒吧拢是人客人，也阁先启动经济活动南部西部，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人数嘛对咧增加。Florida adding more than 3,200 new cases on Thursday. 医疗专家烦恼讲，佛州恐惊变成后一个疫情的重灾区，因为当地人口普遍高龄化，有真侪养老院甲退休的人住伫遮。Potential for the virus to take off there is very, very nerve-wracking and could have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. 唔那佛州尔，亚利桑那、德州、阿拉巴马总共23个州，伫过去一礼拜确诊的病例拢称悬。抗疫专家福奇表示讲，伊无认为这是第二波疫情，美国还伫第一波内面。有嘴讲到无烂，爱大家挂嘴掩，维持社交距离。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敢若拢总袂烦恼。If you look, the numbers are very minuscule compared to what it was. It's dying out. 川普要伫20伫奥克拉荷马举办总统竞选造势大会，几千几万人将伫密闭的空间，人客人大声咧喊口号，引起外界烦恼。造势大会报名网站内面，佫列出免责声明，伫活动期间，民众爱家己承担风险。